用到來嘅呢就喊甜定。一般的情況啊，客家人嘅風俗歌曲，譬如講沖南天，用到來嘅個上定，比方說今年用到來哦，下一年元宵節正月15以前，就要到支付去上定，其實都一天要準備而做嘅支付啊，上定呢，上下呢今年嘅風俗就一出人用到係安尼，一隻新燈，佢就兩隻燈籠，我哋女普通嘅上定就同一個時間，每年正月12幾日嚟，上一年出生嘅男丁啊，佢就要上定嘅，要準備兩隻燈籠，一隻呢就拿咗6塊環，下一隻就我哋子公戶嘅上堂嘅上定嘅兩項嘅環，叫做環一年，一年又到下一年又新燈咯，上一年嘅上定嘅燈籠就全部下來，換個新燈，嗰就喊上定。講究嘅佢吃飯就是要請親戚朋友嘅，有燈嘅上面啊，佢就出生嘅人興旺發達個，叫做傳統一樣嘅意思。